委員。毛主席簡單一個問題啫，就係有關呢一個嘅即係頻譜嗰個嘅使用嗰個計算嘅模式，政府會唔會揾個獨立嘅顧問公司就翻政府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公司嗰個嘅分歧做一個簡單嘅研究同埋做個結論呢？秘書長，夏生。我哋即係睇到今日即係有提出唔同嘅意見啦。我哋翻去會再研究，如果有需要，我哋會請獨立嘅顧問提供嘅即係獨立嘅意見俾我哋啦。嗱，頭先咧有即係好多委員都即係問得好清楚㗎啦，就係即係你話而家10月即係就會有個決定啦。咁就喺呢個諮詢期結束之後，咁你哋都應該會有一個嗰個技術嘅嗰個報告係咪啊？咁嗰個你未揾到人啊嘛？你頭先話係咪？係要揾緊而家。揾緊，咁你要盡快話俾我哋聽咯，係咪 ？OK。同埋嗰啲獨立顧問咧，因為即係所有熟悉呢啲都同可能即係右手邊嗰紮團體好有關係㗎啦。你點樣確保呢個顧問真係獨立？即係又唔會係傾向政府，又唔會為啲大財團背後有利益關係而偏頗有關嘅研究。夏生。政府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嘅，即係喺佢哋即係如果入標嘅時候咧，佢哋要講清楚。我講嗰啲即係有興趣嘅人士咧，講明係冇呢個利益衝突嘅。咁我哋都會即係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去即係揀選嗰個顧問啦，即係話。